Thermage Oligo X， 又有 Tenfirma 啦，幾款都係話可以刺激到膠原蛋白，做得一個緊緻同埋提升輪廓嘅效果。點解作為美容院老闆，我最後揀咗 Tenfirma 咧？第一，佢係同 Thermage 同級數嘅儀器。其實 Tenfirma 嘅核心技術400W係有美國 FDA 嘅認證，同 Thermage 係完全同級㗎。但係點解會揀佢咧？係因為佢個探透足足有5cm²，比起 Thermage 足足大咗25%啊！即係話同等嘅髮數 ，Tenfirma 幫你覆蓋嘅範圍足足多咗1/4啊！範圍做多咗，但係痛感仲要低咗喎，性價比係咪贏晒先？其次 Tenfirma 嘅400W依然係喺單極射頻裏邊最高嘅級數，可以直達到我哋嘅皮下組織，可以做到韌帶嘅固定同埋提升，就好似將你塊面鬆咗嘅隱形掛鈎重新拉緊綁翻實咁樣，做到由底層托起成塊面嘅強效收緊。咁簡單講咧 ，Tenfirma 咧就係結合咗 Thermage 強大嘅效果同埋韓國機嘅舒適度。我哋 Beautyholic 一直貫徹住嘅宗旨就係幫大家搜羅全世界性價比最高嘅儀器。Tenfirma 絕對係一部你做完自己都會打聲，明顯到連啲姨媽姑姐朋友都會問你究竟係做咗啲乜嘢嘅保障神機。快啲約時間親身嚟試下啦！